第14章，安息日，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内去食饭，因就偷看伊。伫伊面前有一个犯水果的人，耶稣对律法师甲法利赛人讲：安息日医病，通毋通？因却无讲话。耶稣就医好迄一个人，叫伊行，就对因讲：恁中间一嘴有驴，还是有牛，伫安息日跋伫井内，无连边拖伊起来呢？因袂话对答这个话。耶稣看见所请的人客竞选头一位，就用譬喻对因讲：恁互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，毋通坐伫头一位，惊了有比恁尊贵的人客受伊请来，迄个请恁的人进前来对你讲：让位互这一位吧，你就见见笑笑会退到路尾一位的顶面。你受请的时阵，就去坐伫路尾位的顶面，通互迄个请你的人来对你讲：朋友，请上座。迄时你伫东道的人面前就有光彩，因为凡那自高的，的确降做卑微；自卑的，的确升做悬。耶稣阁对请伊的人讲：你摆设下昼饭，还是下远饭，毋通请你的朋友、兄弟、亲属，甲富足的厝边，惊了因也请你，你就得到报答。你摆设宴席，反倒就请遐个送香的、破相的、摆卡的、青面的，你就有福气，因为因无什么通报答你。到义人搁活的时阵，你要得到报答。当道的有一个人听见这个话，就对耶稣讲：伫上帝国内食饭的人有福气。耶稣对伊讲：有一个人摆设大宴席，请真侪的人客。到坐倒的时阵，找奴仆去对所请的人讲：请来吧，逐项拢交备啦。众人异口同音的提时，头一个讲：我买一块地，的确着去看，请你准我时。阁有一个讲：我买5对牛，要去试看卖，请你准我时。阁有一个讲：我带妇人人，所以袂话去。迄个奴仆倒来，将这个事拢甲主人讲，家主就受气，对奴仆讲：紧出去，到城里大街小巷，带遐送香的、破相的、青面的、摆卡的来。奴仆讲：主啊，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，还有空做。主人对奴仆讲：你出去到路顶甲篱笆迄位，免将人入来坐满我的厝。我甲恁讲，先前所请的人，无一个得到试我的宴席。有极多的人甲耶稣同行，伊活过来对因讲：人到我遮来，若无听我，赢价听家己的父母、妇人人、囝儿、兄弟、姊妹，甲家己的性命，就袂话做我的学生。凡若无背家己的十字架跟缀我的，也袂话做我的学生。恁倒落一个要起一座楼，无大声坐落计算花费，话起钱也袂呢？惊了按地基
袂话成功，看见的人拢笑话伊，讲这个人开工却袂话完工，也是一个王出去甲别个王交战，减无大声，坐落足量，为用10000兵去抵挡迄个领20000兵来攻打伊个吗？若是袂话，就趁对得遥远的时阵，派使者去求和的条款。安尼，恁无论什么人，若放落一切所有的，就袂话做我的学生。盐本是好，盐若失落味，通用什么互伊搁咸呢？也是用伫田里，也是堆伫粪堆内，拢无合适，只好歇伫外面。有耳孔通听的，就应当听。